如果而家行喺銅鑼灣、旺角或者中環嘅繁華街頭，你想要揾一間 Burger King 食個即燒漢堡，恐怕你行多幾圈都一間都揾唔到。如今成個香港市區呢個曾經風靡一時嘅快餐巨頭已經徹底清零，唯獨剩返機場禁區入邊孤零零嘅一間鋪，想食一啖華堡，你甚至要先買張機票過海關。對於好多70、80年代出世嘅香港人嚟講，Burger King 從來都唔只係一個填飽肚嘅快餐品牌，佢更似係童年乃至青春期嘅一種高級體驗。時間倒返去上世紀80年代， Burger King 曾經大舉進軍香港市場。喺嗰個年代，可以去食一餐正宗嘅美式快餐，係一件相當值得喺同學朋友面前炫耀嘅事。雖然中間因為種種原因，佢曾一度撤出香港，但喺2003年，隨住香港經濟逐漸走出低谷，開始復甦， Burger King 再次殺回呢片市場。嗰一次嘅回歸，帶住一種難以掩飾嘅王者歸來嘅氣勢。喺嗰個高光時刻， Burger King 喺全港擁有超過20間分店。無論係喺尖沙咀人流如織嘅繁華路段，定係喺各大居民區嘅大型商場入邊，你總可以隔住老遠就聞到嗰陣標誌性嘅火烤牛肉味。嗰陣時嘅香港年輕人心入邊有一種隱秘嘅鄙視鏈，大家普遍覺得麥當勞係俾細路同埋學生食嘅，而 Burger King 嗰啲紮實厚重嘅火烤肉餅、豐富新鮮嘅配料，仲有嗰個令無數人念念不忘嘅標誌性產品蘑菇、芝士、漢堡，似乎先真正配得上嗰啲追求口感、識生活嘅大人。Burger King 喺當時代表咗一種比普通快餐稍微高階啲嘅生活方式。然而，香港嘅商業市場向來係殘酷無情嘅，高昂嘅租金就好似懸喺所有實體店頭頂嘅達摩克利斯之劍，快餐業更是天天喺度搏命，搏嘅係極限嘅翻台率，搏嘅係盡可能高嘅客單價。隨住2015年之後，香港整體零售業態嘅急劇調整，以及各路餐飲品牌競爭嘅白熱化， Burger King 嘅經營狀況開始急轉直下。由於佢嘅產品製作流程相對複雜，出餐速度難以同極致標準化嘅對手抗衡，加上單價偏高，喺快節奏嘅香港顯得越嚟越水土不服。於是分店開始一間接一間咁悄無聲息咁關閉，直到最後成個香港只剩返機場同太平山頂呢兩處專門做遊客生意、對價格相對冇咁敏感嘅地方。2015年嘅8月31日，太平山頂凌霄閣嗰間陪伴咗港人多年嘅 Burger King 正式拉閘結業，呢個成為咗壓死駱駝嘅最後一條草。喺山頂店結業前嘅最後幾日，罕見咁出現咗大排長龍嘅景象，唔少市民特意搭纜車上山，只係為咗去食最後一啖，為咗喺最後時刻幫呢段歲月畫個句號。山頂店推出咗減20港元嘅告別優惠，睇住嗰條長長嘅人龍，其實大家心入邊都好清楚，哪怕係唔打折，隊伍依然會咁長。大家大老遠跑嚟排隊，根本唔係為咗貪嗰20蚊嘅便宜，而係為咗同自己嘅青春告別。從嗰日開始，香港市區再冇 Burger King。對於而家嘅香港食客嚟講，如果突然掛住呢一啖火烤牛肉，一係買張機票去機場禁區入面匆匆咬翻啖，一係就只能順應而家嘅潮流，北上去深圳解燒。呢個就引出咗一個極具反差感嘅有趣現象，就喺 Burger King 全面撤出香港市區嘅同時，港人北上去深圳消費嘅熱潮正極其火爆。對於掛念 Burger King 味道嘅香港人嚟講，解決方案似乎非常簡單，只要跨過蓮塘口岸或者從羅湖、福田出關，打開手機地圖，隨便一揾，你會發現深圳嘅 Burger King 其實並唔少。商場入邊、地鐵站隔籬往往都可以見到嗰個熟悉嘅招牌，呢種對比實在太強烈啦。喺香港，佢係徹底清零嘅稀缺資源。喺深圳，佢卻似乎係隨處可見嘅日常快餐。但呢種表面上嘅繁榮，係咪意味住 Burger King 喺內地市場就真係混得風生水起呢？事實恰恰相反，雖然門店數量睇落比香港多得多，但 Burger King 喺內地嘅日子，甚至比喺香港仲要難捱100倍。佢目前正經歷緊一場前所未有，甚至關乎品牌存亡嘅巨大危機。
就喺大家感嘆香港食唔到 Burger King 嘅時候，2024年到2025年期間，Burger King 喺內地嘅母公司做出咗一項堪稱斷臂求生嘅重大決定，直接將 Burger King 中國嘅控股權交咗出去。作為一個喺世界各地都可以同麥當勞打得有來有回，甚至經常用創意營銷互相調侃嘅國際餐飲巨頭 Burger King 喺中國市場嘅表現堪稱災難，咪話去挑戰麥當勞同肯德基嘅霸主地位啦。佢而家甚至連內地本土起家嘅平價快餐品牌華萊士都打唔贏，商業世界入面數據係唔會呃人嘅。喺中國市場 ，Burger King 嘅門店總數大概只有肯德基嘅10%左右，麥當勞嘅15%。對於一個已經進入中國整整20年嘅國際巨頭嚟講，呢絕對係一張令人難堪嘅唔及格成績單。如果我哋將時間軸拉長，仔細回顧呢20年，你會發現 Burger King 喺中國市場完美演繹咗一個一步慢、步步慢嘅悲傷故事。時間返去2005年 ，Burger King 滿懷野心喺上海靜安寺開咗內地嘅第一間首店。嗰陣時嘅 Burger King 帶住一種外企特有嘅清高，佢根本唔想做服務勞苦大眾嘅平價食堂，而係想打造一個有格調、高品質嘅西式快餐標杆。所以佢一上嚟就揀咗極其昂貴嘅黃金地段，死堅持直營模式，試圖用高端精品嘅形象去降維打擊，征服中國消費者。但最致命嘅問題在於佢嚟得實在太遲啦。喺2005年嗰個節點，肯德基已經進入中國市場整整18年，麥當勞亦都已經深耕咗15年。喺開咗首店之後嘅整整7年時間入邊 ，Burger King 仿佛處於一種冬眠狀態，僅極其緩慢咁開咗52間店。除咗入場時間太遲同擴張速度太慢 ，Burger King 喺中國市場最大嘅敗筆，或者要歸咎於佢骨子入邊嗰份傲慢。作為一個源自美國嘅品牌 ，Burger King 一直引以為傲嘅核心賣點就係佢嘅火烤牛肉。喺美式商業邏輯入面，牛肉天然比雞肉高級，真火烤製絕對比油炸更加健康。所以佢進入中國後，一直喺呢個賣點上死磕，周圍標榜自己係獨一無二嘅火烤漢堡專家，試圖教育中國消費者去接受呢種美式飲食文化。但係佢忽略咗一個最基礎亦都最致命嘅中國國情，就係中國人嘅胃天生就更偏好雞肉。肯德基點解可以喺中國市場穩坐王座？就係因為佢最早最深刻咁意識到咗中國人中意食雞呢個事實。從老北京雞肉卷到新奧爾良烤翅，再到後來各種極具地方特色嘅米飯套餐、早餐粥品，肯德基將本土化呢3個字做到咗極致。佢將自己變成咗一個識中國人嘅鄰居。連麥當勞呢種同樣以牛肉漢堡起家嘅巨頭，亦都極其靈活咁推出咗板燒雞髀堡、麥辣雞髀堡呢啲常年霸榜嘅神級單品。相反 ，Burger King 佢一直端住國際巨頭嘅架子，固執咁做緊佢嘅牛肉堡，試圖叫市場去適應佢。對於好多內地嘅消費者，尤其係2、3線城市嘅食客嚟講，佢哋對牛肉堡有一種天然嘅抗拒，覺得有一種難以接受嘅薯味。而且從單純嘅快樂感嚟講，牛肉堡嘅口感就係唔夠大啖，咬下酥脆多汁嘅炸雞嚟得直接同爽快。直到2024年 ，Burger King 喺業績嘅重壓之下，先終於諗通，開始鋪天蓋地咁大力推廣雞髀堡。但呢一切都太遲啦。喺如今內地消費大環境趨於理性，大家都在濟緊荷包，追求極致性價比嘅背景下，花40蚊去食一餐並唔可以食得好飽嘅快餐漢堡，對於千萬精打細算嘅打工仔嚟講，絕對唔係首選。回過頭嚟重新審視呢一切，你會發現，無論係香港太平山頂嗰間分店嘅黯然結業，定係喺內地龐大市場入邊嘅痛苦掙扎 ，Burger King 喺兩地所面臨嘅本質上其實係同一個致命嘅問題。喺一個快速變化、極度殘酷嘅時代入面，佢失去咗留住消費者內心嘅能力。對於我哋呢啲見證過佢輝煌嘅香港食客嚟講，山頂 Burger King 嘅消失，唔單止係地圖上少咗一個坐標，更加係令我哋心入邊少咗一個可以懷舊嘅角落。
或者以後想要再次品嘗嗰口熟悉嘅華堡，真係只能夠喺機場睇住窗外起落嘅航班，匆匆咬上一啖，嗰種混合住火烤牛肉香氣嘅滋味入邊，或者會不可避免咁多出一份離別嘅苦澀同無奈。